歡迎大家嚟到信仰脈搏，今日同大家分享一篇信仰文章嘅主題就係我們的寵物會和我們一起進入天堂嗎？咁我識唔少喺香港嘅朋友咧都養寵物嘅，特別係狗啦，係嘛？咁我嚟到愛丁堡居住咧，最特別嘅咧就係呢度好多人都養狗作為寵物嘅。咁好啦，呢一篇信仰文章就係記載於基督日報2025年1月15日嘅。咁呢篇文章嘅內容咁講嘅喎，寵物是否能進入天堂？咁呢一個嘅愛護動物人士嘅內心嘅問題嚟嘅係咪？咁就呢一個嘅討論就嚟自咧兩個嘅信主嘅基督徒啦，一個叫做海利寇普，一個叫做瑞恩艾德伯格。咁喺佢哋嘅影片討論當中咧，就談論到呢度講感性的話題。咁佢哋咧站喺基督徒立場，佢咁講雖然聖經並未給出明確嘅答案，咁佢哋就商討論呢個話題嘅時候有嗰種嘅局限性啦，係咪？咁佢哋先講乜嘢呢？咁首先佢哋指出咧一個重要區別就係人與所有動物嘅不同。咁根據聖經創世記啦佢就話唯有人係按神嘅形象做嘅，咁呢個係合乎真理講。咁呢種按着神嘅形象做係咩意思咁創世記咁樣講啦咁去到新約咧就有一個明確嘅解釋噶咯噃當人信咗主作為基督徒之後咧，聖經喺以弗所書4章20到24節就講得好清楚啦23節話將你嘅心志改換一新，並且穿上新人。咁呢個新人照着神做的原文咧係冇的形象呢幾個字噶，咁但係咧和合本就加咗啦照着神做嘅照着神咁點做咁呢個新造嘅人係外貌改變咗？唔係生命改變咗。裏面有咩真理的仁義和聖潔咯。咁呢個真理嘅仁義和聖潔就係神嘅性情生命嘅特點嚟噶嘛。咁所以原來新造嘅人佢就恢復翻神造人嘅時候照着神嘅形象做嘅意思啦，係嘛？就係裏面咧能夠反照出神嘅生命嘅性情，就係有按真理而出嘅仁義同聖潔咯，係嘛？咁好啦，所以咧證明咗人咧與所有其他嘅活物咧，即係有一個最大嘅區別，係嘛？咁呢兩個嘅基督徒討論嘅時候就咁講，佢話咧，這是我們成為與神嘅獨特聯繫嘅靈性存在。動物咧有肉體和魂即係思想、意志、情感嗰部分，但係佢哋咧就冇靈嘅。咁靈喺聖經裏面咧，佢哋認為就係我哋通向永恆嘅連結。咁呢個靈咧，聖經特別強調一件事就係人裏頭有靈就能夠使人可以與神溝通。動物係冇靈嘅，佢哋係唔會與神溝通嘅。聖經約翰福音第4章17到23節講得清楚啦，講敬拜神咁23節咁樣講，時候到了，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係用咩心靈原文就係靈和誠實，或者係譯做咧真理去敬拜佢噶。咁我哋靈嗰部分因信耶穌就復活啦，咁就會按着真理去敬拜神啦。唔按真理去敬拜神，神唔悅納嘅噃聖經呢段經文24節話神是靈，係嘛？神本身係靈，所以咧唯獨人咧擁有神所賜予嘅靈呢一部分咧，讓人可以按真理去敬拜神，與神有呢種敬拜嘅往來交通，係嘛？動物冇嘅噃咁因此咧，人咧喺舊約創世記講到清楚啦，人因為得罪咗神
違背咗神嘅心意嚇。咁神嘅心意係講乜嘢啊？創世記2章15到17節17節話咯，此次分別是我樹上嘅果子，你不可吃，因為吃嘅日子必定死嚇。咁呢個命令咧，始早就犯罪就違背咗啦嚇。咁呢個死就唔係指肉身嘅死，因為聖經清楚記載佢哋食嘅時候肉體冇死到。咁但係聖經又話食嘅日子又必定死。咁呢個死係指咩啊？靈性嘅死啦，與神隔絕啦，係咪？所以咧喺以弗所書第4章第2章以弗所書第2章1到5節裏面講嘅經文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嘛。咁呢個死喺過犯罪惡之中係指咩啊？靈性嘅死就唔係按神嘅心意活出咩啊？真理嘅仁義同聖潔咯。咁過咗一個放縱肉體嘅私欲啊嘛，係咪啊？咁後來我哋因信耶穌基督就點啊？與基督一同活過來啦。咁呢個就係指咩啊？信仰裏面所講靈性嘅復活啦，係嘛？咁我哋咧就能夠按神嘅心意而活噃，係嘛？而且咧靈呢部分係永遠不滅嘅。聖經約翰福音第8章27到29節咁講噶嘛並且因為他是人子，就要賜給他行審判嘅權柄。28節話時候到了，凡喺墳墓裏嘅要聽見他，就指耶穌基督嘅聲音啦，就出來啦。行善的復活得生，作惡的復活定罪，係嘛？審判咗之後咧，作惡嘅咧就復活之後就要定罪就知道人嘅靈魂咧係不滅嘅。正如喺啟示錄20章12到15節又講將來死了嘅人無論大小都要復活，係嘛？前面就展開咗生命冊同埋案卷，就按照案卷所記載受審判啦。如果有罪嘅生命冊上冇佢名字嘅，就將佢哋扔喺火湖裏嘛。第二次嘅死，靈性係永遠活在受苦嘅噃因此咧，佢哋開頭講嘅論調咧就合乎真理嘅我話，但我們沒有看到他對動物的同樣描述，就指動物冇靈這是一個重要嘅區別咁講到呢一度嘅時候咧，佢就跟住講到呢一度咧，就突然咧咁個口風咧就突然改變嘅咯噃。你留意下，佢就話雖如此，咁即係話雖然動物冇靈與人最大嘅分別係咁咁但係咧詩篇36篇同埋148篇咧，好似強調咗一件事動物有讚美神呢種嘅情況出現言下之意即係咩啊？想帶動一種嘅論述既然詩篇148篇36篇講到動物好似識得讚美神，唔通佢哋都好似人咁將來進入天堂，即係有咁嘅可能性就埋下伏線咁嘅意思啦咁我哋去翻其中一篇詩篇148篇1到12節，個主題就講要讚美神啊嘛。邊啲讚美神唔單止人要讚美神包括咩使者、諸軍就講天使啦。日頭月亮按我哋講係死物嚟噶嘛，星宿都要讚美佢天上嘅天同埋水都要讚美佢咁呢度就話因為佢吩咐咧，呢一切都被做出嚟啦咁最後後文又話大雨、火冰雹雪雲霧咁，仲有大山小山、樹木、牲畜、昆蟲、飛鳥咁一定包括你啲寵物啦，係咪？世上嘅君王萬民呢度講人嘅咯噃，係嘛？少年嘅、處女嘅、年老嘅、孩童嘅都當讚美耶和華咁。所以咧呢兩個討論者咧就話到咦，人有靈去讚美神雖然動物冇靈但係詩篇148篇講到萬物都喺度讚美神咁唔通喺天堂裏面都有動物有你啲以前養過嘅你自己嘅寵物將來會喺天堂咁，即係有咁嘅想講呢種嘅可能性出嚟，係咪？咁但係我哋要知道一件事只有人咧有靈與神溝通，識得敬拜神讚美神咁但係既然動物冇靈點解呢度要講到啲動物甚至死物都讚美神呢？咁點解咧咁我哋用詩篇19篇就解釋咯噃。
詩篇19篇1到6節話，諸天述說神的榮耀。所有嘅天有3重天啊嘛，都述說神嘅榮耀喎，穹蒼傳揚佢嘅手段。這日到那日發出言語，這日到那日傳出知識。咁呢有言語啊。第3節就話無言無語，也無聲音可聽喎。雖然冇言語，但係呢種嘅冇言語嘅狀況底下呢，都可以去讚美神嘅喎。咁佢舉咗個例子啊，太陽，神創造並安置咗太陽嘅軌跡，係嘛？咁啊，太陽嘅功用呢，就將所有嘅熱力呢照耀出嚟，係嘛？令到其他住在地上嘅活物呢得到佢嘅熱氣咁。咁呢度就講到一件事喎，係嘛？無言無語，太陽啊，唔似人咁識得作詩去讚美神，係嘛？咁啊，太陽都用佢嘅方式，以無言無語嘅方式述說緊神嘅榮耀。咁即係話，原來咧神所創造嘅萬物都喺神創造嘅過程之中，佢命定嘅設計裏頭嘅特色當中嚟述說緊神嘅榮耀。就算冇言語都可以榮耀神嘅。咁因此我哋就理解到羅馬書1章18到20節啦。呢度講得好清楚吓。第20節就19節話，神嘅事情人所能知道原顯明喺人心裏，因為神已經給他們顯明。自從造天地以來，神嘅永能和神性係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啊嘛。所以所造萬物目的係咩？叫有靈性嘅活物，即係人類啦。睇到神嘅創造之後，就曉得神嘅永能同神性啊嘛。呢度點啊？就將榮耀歸俾神，作詩歌讚美神啊嘛。你明嘛？所以呢，神透過所造之物，藉着所造之物彰顯嘅特色啊，嚟去彰顯神嘅永能同神性啊嘛。讓有靈性嘅人去讚美神。咁其他神所創造之物呢，就成為一個媒介，讓有靈性嘅人更認識神去讚美神啊嘛。咁佢哋活着嘅時候，就仿如詩篇所講，無言無語，都喺度宣揚緊神嘅永能同神性啊。咁就仿佛佢哋喺度讚美緊神，就係咁嘅意思啦。明唔明啊？好啦，咁我哋嚟到呢度嘅時候呢，我哋留意下佢哋咧呢兩個嘅影片嘅主持人講乜嘢咯。佢哋就話啦，這些經文讓我哋睇到咧，神對動物以及他的所有創造咧，充滿咗咩啊？愛。咁啊，喺度部署緊佢想表達一件事，呢啲嘅牲畜啊、動物啊、乜嘢都好啦吓，咁啊都係蒙神所愛嘅。咁點啊？咁其實部署緊就係佢哋都有可能喺天堂出現嘅喎，因為神愛佢哋啊嘛。係嘛？咁我明白吓，神愛唔愛神所創造嘅萬物噶，包括動物啊，愛有聖經根據嘅噃。約拿書4章9到11節係嘛？咁啊，神咧透過一個蓖麻死亡嘅過程裏面咧，去教導先知約拿係嘛？咁啊，先知約拿咧就好嬲啦係嘛？因為咧明明幫佢擋陽光嘅蓖麻，神竟然一日之間咧就將佢咧殺死咗噃，咁枯乾死咗啊嘛。咁啊，耶和華就向約拿去講道理啦。耶和華說：這蓖麻不是你栽種的，也不是你培養的，一夜發生，一夜乾死，你尚且愛惜，何況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嘅有12萬多人，仲有許多牲畜，我豈能不愛惜呢？所以神係愛惜人，亦都愛惜牲畜萬物嗰啲活物嘅噃。咁神愛萬物、愛活物又愛人，係咪就等同於人有機會蒙救贖，可以進入天堂？而同樣蒙神所愛嘅牲畜、活物，甚至你嘅寵物都有機會入天堂啊！唔可以因為神愛人有機會入天堂，就等同於神愛牲畜活物
你嘅即係你嘅寵物就有機會等同於有機會去上天堂㗎。咁所以咧，千祈唔好將呢啲混淆咗，以為可以容許呢啲嘅你嘅寵物上天堂啊。咁我為咗加強佢認為嘅觀念佢又引用聖經羅馬書第8章講到咩整個受造物都喺度呻吟咁等待罪嘅咒詛被解除嘅嗰日，這給我哋希望。咁佢就話咯，動物也可能所以我咁講有意思因為佢講得嚟即係想話俾你聽，佢哋認為動物都有可能點有進入天堂嘅點解？因為佢認為動物也可能係神恢復計劃的一部分咁恢復咩恢復呢個就指到救恩嗰部分係咪？恢復計劃就係指到人與神和好，萬物與神和好呢一個恢復嗰部分咁佢引用嘅經文係羅馬書第8章咁呢段經文咁我哋由17節開始思想到23節佢話既係兒女，便是後嗣，就係神嘅後嗣啦。咁既然後嗣與基督一樣，就一同受苦，就一同後來得榮耀啦，係嘛？咁跟住佢就話咯，19節，受造之物包括你哋嘅寵物咯切望等待神眾子顯出來即係每一個基督徒屬神嘅人最終被拯救嘅人數完全出現晒啦呢個就係眾子顯現嘅時候啦。因為受造之物伏喺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嘅，乃係因那叫他如此的咁所以咧，無論係人或者受造之物，包括我哋即係人所陪伴嘅寵物都係喺神嘅命定底下咧，伏喺虛空之下就有即係各樣無奈嘅，即係處喺呢一種會敗壞嘅嗰種嘅空間底下啦咁就面對咩？面對死亡面對艱苦面對肉身嘅挑戰各樣等等咁21節話受造之物都指望脫離敗壞嘅轄制享受神兒女自由的榮耀。咁呢度咧就講到咧23節，佢話不但如此，就是我哋有聖靈初結果子，也是自己心裏嘆息，等候得着兒子名分，乃是我哋嘅身體得贖。咁所以呢度所講嘅神兒女自由嘅榮耀係咩就將來基督徒咧有一個榮耀嘅身體啦。嗰個時候咧，神嘅兒女全部都顯現咯喺嗰個時候咧就脫離呢種嘆息噶咯噃咁其實呢度所講嘅時候係咩時候呢？係咪聖經裏面所講天堂將來永恆嘅家嘅時候呢？其實唔係噶係指緊邊個時候聖經話俾我哋聽喺啟示錄第20章4到6節話咯。咁將來我哋眾聖徒咧會復活，與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噶噃。頭一次復活嘅人呢，第二次嘅死喺佢身上冇權柄噶。咁呢班人復活嘅時候呢，與基督一同作王噶。咁呢個千禧國度咧喺舊約嘅聖經有冇論述嘅咧？有噶。咁論述過程裏面就更加俾你明白啦。原來活物咧與得救嘅人神嘅兒女咧都活喺一種好和諧嘅氣氛底下嘅以賽亞書第11章6到9節，佢話豺狼必與綿羊羔同居，係嘛？咁竟然與本身呢種嘅動物嘅性情咧，本來豺狼係要殺羊羔噶嘛，係咪而家一同居住少壯獅子與牛犢並肥畜同群噃。咁點解會咁呢？咁和睦嘅呢第9節話，在我聖山遍處，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佢哋唔係活喺虛空之下啦，活喺神保守同埋所命定嘅和睦底下。點解聖經話因為認識耶和華知識要充滿遍地，唔單止人有呢種知識而咁樣和睦生活，神都喺牲畜活物內裏面咧加添咗呢種知識。點樣加添？聖經冇講，
總之就係有呢種知識，令到佢哋突然之間唔會彼此仇殺嘅噃，唔會互相攻擊嘅噃，係嘛？咁啊，以賽亞書第66章又有同樣嘅描述啊，65章。咁啊，呢度所講嘅新天新地係點㗎？喺關乎耶路撒冷嘅地方嚇。廿節話豺狼必與羊羔同食，獅子必吃草與牛一樣。喺聖山遍處咧，呢啲都唔傷人不害物啊！咁呢度特別強調喎。咁啊，呢個時間咧，佢稱為新天新地喎嚇。咁其實咧，應該係指緊千禧年嘅國度嘅時候啦嚇。神就將呢一種和睦相處，人同埋咩啊，其他嘅牲畜活物咧都擺埋一齊，顯明咗呢種和睦嘅情況，係嘛？咁啊，呢度所指嘅新天新地咧，就唔係啟示錄第21章1到5節所講嘅新天新地喎嚇。因為聖經喺啟示錄21章講嘅新天新地好有明確嘅分野嘅喎。佢話新天新地因為先前嘅天地已經過去啦，所以就算千禧國度嘅時候啊，人仲有肉體嘅話，仲有講到咧有其他唔認識神嘅國家嘅人民嚟敬拜神啊，佢哋咧係冇榮耀嘅身體啊，只有敗壞嘅肉體嘅咋。咁啊，呢啲人咧活嘅舊有嘅天地咧就點啊，都要過去啦，新天新地嚟啦。咁啊就與頭先我哋所讀嘅以賽亞書第65章講嘅新天新地係唔同噶。咁呢度所講嘅以前嘅天地過去啦，海都不再有啦。咁啊只有神設立嘅聖城喺度啊。咁啊喺後文第22章就講話喺城內街道當中咧有水噶，有生命水嘅河，仲有咩咧？生命樹結果子。但有冇提到任何其他牲畜、寵物、活物啊？冇嘅噃，冇㗎吓。所以我哋就明白一件事啦。羅馬書所講到嗰啲嘅活物都期盼咗神兒子嗰種嘅出現，係嘛？佢哋嘅指望其實表達乜嘢啊？表達喺千禧年嘅國度咧，嗰啲活物咧能夠與人一同享受呢種和睦嗰種嘅狀態，明嘛？就唔會喺咗嗰種虛空嘅狀態底下嚇。咁我哋就明白咧，而且仲有一件事喎，就係咧人嗰啲嘅養嗰啲嘅寵物係咪啊？佢哋死咗之後咧，就唔會喺千禧國度出現嘅噃，係嘛？千禧國度出現嘅係千禧國度嗰個時候嘅活物，係嘛？你嗰啲寵物死咗之後，佢哋唔會復活嘅喎，係嘛？因此我哋就明白一件事咧，我哋千祈唔好因為討論呢個感性嘅話題，而將聖經好清楚明確所講述嘅事咧，去即係淹沒咗佢，係嘛？咁你留意呢兩個嘅講員繼續咁講喎，佢話如果整個受造界都被救贖，係嘛？佢係透過羅馬書，動物都有份有呢個盼望喎。咁佢哋嘅下一個嘅信仰嘅一個嘅理念就係咧，如果佢都唔肯定如果啫，整個受造界都被救贖，呢句説話好明顯係違背真理㗎啦。那麼為什麼我們的寵物不行呢？即係如果整個受造物都會被救贖，寵物都會被救贖，既然寵物都會被救贖，咁就有機會進入天堂啦，係咪咁嘅意思啊？係啦，佢就係想咁去表達啦嘛，係咪？但係羅馬書嗰度經文根本唔係表達呢個意思噶嘛，係嘛？咁聖經真理話俾我哋清楚啊，提摩太後書1章15到16節，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啦。保羅就話咯，因耶穌基督喺我呢個罪魁身上顯明佢一切嘅忍耐，給後來信他的得永生嘅人作榜樣啊！耶穌基督降世為要拯救罪人，因為人被神賦予咗靈，與神有溝通，明白神嘅心意，
認識神嘅神性和權能。又按照羅馬書咧，聖經講得好清楚啊，神咧安排咗良心律法嘅功用喺人嘅心裏面，所以人有靈與神溝通嘅時候，就要面對佢得罪神、違背律法而要面對嘅審判啊嘛。但係動物係唔需要面對佢道德敗壞呢啲事情嘅審判嘅，因為佢冇靈，亦都冇神俾佢律法，讓佢要去守啊嘛。所以咧，神嘅救贖係為人預備嘅，唔係為所有萬物創造嘅活物預備嘅。甚至希伯來書第2章14到16節講得好清楚啊。咁啊，神咧透過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為要救咩啊？救嗰啲釋放嗰啲一生怕死嘅奴僕嘅人啊嘛。16節特別提，他並不救拔天使，因為咧得罪神墮落咗嘅使者咧。神有冇救佢啦？神有能力，但唔為呢啲得罪神嘅天使墮落嘅使者設立救贖嘅計劃嘅。因此我哋好清楚啊，真理話俾我聽下，神唔會為任何在地上活過嘅活物，包括你昔日愛錫過嘅你嘅寵物，預備救恩嘅吓。好啦，你又睇翻呢兩個嘅評論員咁講啦吓，佢話咯，聖經並未明確說寵物是否會去天堂。其實聖經講得好清楚啊，寵物係唔會去天堂噶，係嘛？但係佢又想含糊呢一個論述，係嘛？跟住又含糊另一啲嘅論述，佢話神的良善及神帶來喜樂嘅能力，要記住呢樣嘢吓。跟住佢又話咯，如果你嘅寵物與內在永恆中相伴，能讓你快樂，那麼神有可能成就這一點啊。咁即係話咩啊？佢而家要夾硬咧屈神喎，係咪啊？神既然良善，咁啊愛錫你噶嘛，係咪啊？如果寵物可以喺天堂裏面與你繼續永遠伴隨，令到你快樂，神有能力做到噶，神都有可能咁做噶。咁好明顯就係按照人嘅意思去夾硬解釋，係嘛？神為咗你嘅快樂，就容許寵物，你以前養過寵物喺天堂與你相見咁。親愛弟兄姊妹們，我哋讀聖經千祈唔好咁樣表達信仰啊，咁樣好危險啊！所以同大家分享帖撒羅尼迦前書2章3到5節啦。我們的勸勉不是出於錯誤，不是出於污穢，也不是用詭詐嘅。但我哋既然俾神驗中了啊，把福音託付我哋就照樣講。目的係咩啊？不是要討人喜歡，乃是要討那察驗我們心的神喜歡。因為我們從來沒有用過諂媚的話，即係氹人開心嘅話，這是你們知道的啊。所以咧，傳福音又好，或者講其他真理都好，我哋要討神嘅喜歡，唔係為咗討人嘅喜歡啊。好啦，呢兩位講者又咁講，失去寵物係一件令人心碎嘅事情，冇錯啦，情感嘅事情嚟噶嘛，係咪好心碎啊？佢就話咯噃，但作為信徒咧，我哋擁有新造嘅應許，那是一個沒有痛苦和失落的世界。佢就話咯，無論寵物是否會在那裡，我哋都可以信任神。所以佢哋根本唔肯定啊。因為佢哋都唔係諗住按真理同人分享呢一個嘅信仰話題嘅，係咪？想氹人開心添，係咪？咁但係聖經清楚話俾我聽，寵物將來係唔會進入天堂，亦都唔涉及喺蒙救贖嘅計劃當中嘅，係嘛？咁既然如此，佢呢度就話啦，無論寵物是否喺嗰度，我哋都信任神，我哋都會喺嗰度咧，唔會因為冇咗寵物咧而唔開心嘅。咁點解啊？最後分享詩篇73篇第24到26節，詩人就話啦：你要以你嘅訓言引導我，以後必接我到榮耀裏。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冇錯啦，詩人呢一啲嘅經文咧就話俾我哋聽啦，我哋去到天堂啊，我哋見到神，我哋喺神嘅愛當中被佢充滿嘅時候，我哋發覺除咗你以外，我仲有咩所愛嘅呢？係嘛？我好明白咧，有好多即係養過寵物嘅即係付出愛去照顧佢哋呢個係一個好感性嘅話題，我明嘅。但按照真理話俾我哋聽，寵物只係活在世上與我哋同居啲短暫嘅時候存在嘅咋，將來去到天堂實在係冇噶。但係唔緊要，你唔會因為冇咗呢個寵物去到天堂見唔到寵物，你就會心碎到不得了，唔會噶啦。到咗天堂你見到神，以前嘅事都過去了，你裏頭嘅心會俾神嘅愛充滿，唔會有一點嘅失落嘅。願神幫助我哋吓。好，今日嘅信仰脈搏就分享到呢一度啦，下一次再見啦，拜拜。